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8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。五一假期过去了，五一5天假期消费的数据文旅部已经公布。这个数据乍一看还是不错的，但是经不起仔细推敲。今年五一假期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.17亿人次，这个数据刷新了历史记录。消费、文旅、交通等领域多项数据同步创新高，展现了中国内需市场强劲活力与结构性变化。出行规模创历史峰值，跨区域流动突破15亿人次。五一假期5月1日到5日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.17亿人次，同比增长 3.5%。比去年这个就是出行的人次增加了 3.5%， 日均超过3亿人次，一共是5天。其中5月1号当天流动量达到了 3.44 亿人次，创历史同期新高。其中铁路运输爆发式增长，全国铁路单日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。5月1号这一天也是刷新历史记录。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138万人次，占全国总量的1/5。那还有人是自驾出行的，公路出行占比 91.6%， 新能源车辆流量占比 24%， 日均通行1540万辆次，同比增长 33%。 这是国内你看自驾游、新能源汽车，这等等这些数据看上去都不错，很多都是创新高。国际往来显著回升，全国边检机关保障出入境1128万人次，日均是225.6万人次，同比增长 3.5%。 外国人出境就是外国人出入境125.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 12.5%。 免签政策推动入境游加速恢复。这些数字看上去都非常亮眼，但实际情况，五一假期这5天，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.3%， 其中旅游、娱乐、文体消费服务方面同比增长 21.2%。 看总量这个非常不错，但是看人均你这心就凉了半截。这个五一一共是 3.14 亿人出门旅游，这 3.14 亿人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一共是花了1867亿元，人均花了是500多块钱。我根据文旅部提供的数据，5月7号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，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.25 亿人次，同比增长 3.6%， 国内出游总花费1855亿元，同比增长 2.9%。 老规矩，这个出行的人数增长了 3.6%，但是整个五一消费增长 2.9%， 那你不用算就知道人均消费在下降，也就是人数涨得更快，消费涨得慢。经过计算，我们2026年五一每个人的平均花费是570块钱，如果平均到每天大概是114块2毛钱。我想起了去年国庆节和中秋节，他们两个节在一起吗？双节假期人均消费也是114。也就是说，咱们五一无论是出行人数还是其他的综合总的数它都是在创新高，但是一到人均花费它没有涨，这个就揭示了一个现象，大家都是在穷游。一到节假日大家都愿意出去走一走看一看，但是秉持着一个能不花就坚决不花，勒紧裤腰带。你想一天114，那是玩什么？这不都是穷游吗？景区的一张门票恐怕也100-200吧，也很多人连景区他都不进，不好意思就站在外面看一看，路过在那儿打个卡。如果具体到吃喝拉撒还有细分的数据也能说明问题。餐饮人均消费少 12%， 社区餐馆、街边小吃订单增长 50%， 平价餐饮，什么叫平价餐饮？就是人均30到50的火爆。那么明显消费降温遇冷的方向是哪些？根据媒体报道说，高价酒店就是800块钱以上的预订量暴减 35%， 平价民宿就是200到400的预订量增加 80%， 传统 5A 景区门票预订下降 13%到 40%，
5A 级景区门票在下降的。你说咱们出去玩的人增加了，创了新高，但是这个5A 级景区门票预订量还下降，为什么？大家都去那些免费的小众景点，不要钱的网红高价餐饮，订单下降20%，人均消费下降。这是媒体报道，这个还不算，体现什么？典型的就是人多但花钱更谨慎的现象。贵的买的人少了，为面子花钱的人少了，出去玩也不住什么5星酒店，对吧？什么800以上的就住那种民宿，越便宜越好，实在不行自己自带帐篷啊。所以消费都越来越这个叫讲究性价比。连海南免税店销售额下降了40%。这个5·1按理来说去海南免税店的人应该挺多啊，结果海南免税店下降40%，30-50块钱的快餐成了大家的首选。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，小县城的旅游突然火起来，订单量直接翻了1倍多。也就是大家现在你看刚才说了嘛，90%人还选择自驾游的，人家开车专门去那些小众景点，不要钱的。你看看，再加上是免的，再加上如果是电车啊，充点电，你想想把5·1这种旅游节约就到了极致，晚上就住在帐篷里面，景区又不要钱，找那些小众景点，吃30-50块钱的那种快餐，可不人均一天114吗？所以5·1消费体现出一个什么呢？一边是火爆的出行热情，也就是大家都想出去，都想亲近自然，都想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，一边又是理性消费，勒紧裤腰带，不该花的坚决不花。已经节约到什么程度呢？疫情之前2017年人均消费是197，2019年人均消费是151，2025年就是去年人均消费114，那今年还是114。你也好就好在好像它没怎么降了，从2017年这个8年时间9年，从197降到114，人均每天消费下降了40%，这体现什么？这还能说消费强劲吗？都变成穷游了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人均一天消费114，差不多已经到极致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天你出去玩3餐饭总要吃吧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你在外面除非自己带方便面、带零食，否则你要吃，你怎么着一天这3餐50块钱要吧，不能再省了，还剩64能干啥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均一天消费114是真的降无可降，已经勒到极致。还有一个数据也能体现，是5·1假期这个电影票房，今年5·1档电影票房一共是7.58亿元，还可以，这个比去年增长了1.4%，也略有增长，这个还是有点进步。今年5·1票房多了1.4%，观影人次2084万，就人次啊，这个人次增长的多，增长了10.2%，所以大家又想出了一个，你看电影的人次多了，但收入没怎么涨，那只能说电影票价降了。确实，今年5·1档期平均票价36.3块，比去年下降8%，说明什么？靠降价来吸引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。即便这样，这个票房也只增长了1%。还有，今年5·1上映的电影是最多，18部，电影的数量也远超往期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放映场次，也就是大小屏幕同时开，场次增加。5·1电影场次是238万场，电影场次比去年增加了2%，也就是开了更多的电影院，更多的屏幕，价格更低，靠这种手段放了更多的电影，18部电影，票房增长了1.4%。简单点说，整5·1档影视行业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增长了1%，各方面火力全开。那你说这是电影票房的胜利，还是反映什么呢？有网友说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过去的5·1假期，电影院里冷冷清清，以前看电影的人都在外面排着队，如今电影院门口没啥人。网上查到今年5·1档票房7.58亿，看似略超去年，但体感惨淡。也就是今年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，虽然咱们的总票房好像多了一点，但是你一到电影院去，你就发现比往年要惨淡。为什么？因为放映的场次多了，人被稀释了，这个电影也多了，所以虽然总票房稍微涨了1.4%，但是所有看电影的人去之后都感觉比去年还要差。体感，这叫体感，看不到什么人，没有人排队，检票口也没人排队，买零食的地方、买可乐的地方、游戏机面前也没人排队，冷冷清清。
说首日仅 1.6亿，近10年最冷开局，冠军票房消失的人仅 2.3亿，也就是今年18部片子里面没有爆款。说对比2023年这个 15.2亿，2024年是 15.3亿，26年才 7.58亿，直接腰斩。当然了，这个电影走到今天也不能怪别人，这跟电影行业本身也有关系，他自己把自己走上死胡同。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吧，各种原因都有。总之，作为一个消费的一个标志，作为假期消费一个观测的一个尺度，从这也能说明咱们这个消费是越来越低迷。有网友说，在这个房车都嗷嗷掉价的时代，电影票它靠什么实力涨上来？动辄40-50，你看现在票价40-50也算贵了。我记得过去，当然这个分1线、2线、3线城市啊，你北京以前我记得票价80-90、100块那是正常，有的时候你赶上什么高峰或者是什么你不凑巧，那票价120也有。你看现在40-50，人家嫌贵。与其看烂片，买点排骨吃不香吗？说纸醉金迷不带我，票房惨淡全赖我，别怪观众不买账。什么时候那些大导演们把心思花在提高电影的制作水平上，能尊重一下观众的感受，能拍得出对得起观众真金白银的电影，再让大家来支持吧。如果仅仅看这些消费数据，你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是不是有人他就节约，不想花钱，就愿意出去玩，低成本出行？其实不然，因为大家真的没钱。虽然我们央行公布的存款160万亿，每个季度都增加10几万亿，感觉这个存款挺多的，但跟牛马关系不大呀。160万亿的钱是属于那2%的人的，也大部分，也就是说2%的人拥有80%，芸芸众生，牛马韭菜。如果把那2%的人财富去掉，剩下人再来一平均，恐怕人均也就几千块钱存款。那这个绝对不是夸张，我们把2%的人的存款把它拿掉，我们剩下人再平均，人均大概就是几千块钱存款。这就是为什么消费不畅的原因，那没钱。如果这么说大家还没有直观的感觉，我们再看人社部4月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在这个发布会上，人社部就说了，一季度人社部发放失业保险金总共是450亿，相比较2025年一季度是365亿，大幅上涨23%。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们失业率啊，统计局公布的都是5.1%，这很少有波动。完了这个什么青年失业率16%，也很少有波动，波动顶多1个点，都是稳中向好。但是你看人社部说，我这一季度给大家发失业保险，失业你没有工作，你跑去街道去申请失业的失业保险。26年第一季度发了450亿，比25年第一季度增长23%。大家记住了，不是所有人失业都能领到失业保险的。你能顺利的领到失业保险，它只占真正失业人里面的一部分，一小部分。我有很多网友领过失业保险金，知道这玩意不太好领，它有很多前置条件，不是说你没有工作了你就能领到失业保险金。所以你看，也就是说这个领失业保险金的实际上占失业人数的只是一小部分，那就这一小部分还增长了23%，这什么概念啊？我看有个作者说联想去年5月6号自己深陷就业危机，连续2个月只拿到2000多块，不过最终还是挺过来了，幸运的进入体制内工作。但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前同事并没有那么好运，大部分还在跟前公司斗智斗勇，有些失业大半年。这种情况这2年在 IT 行业尤为明显。从这发布的数据看，也能感觉出当前就业形势。以往持续吐槽自己公司的朋友，如今也大为改观，任劳任怨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而且待遇还能稳住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正如网上说的，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一样，好好工作，积极向上，少抱怨，多干事。现在有一份工作是幸福的。所以说从人社部公布的这个数据也能看出为什么消费低迷，对吧？如果你老看统计局的是5.1%的失业，你感觉还行，但是为什么自己身边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降薪的也越来越多，一旦失业就找不到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谁会去花钱？但是大家又愿意出去玩的，你都想出去转一转，那最后就变成穷游。穷游你想赚他的钱，那比要他的命还难。最后我们再看一看一个餐饮行业的研究机构，他就谈5·1假期餐饮行业。他说5·1旺季结束后为什么比淡季还难？5·1假期一结束，对很多餐饮业老板来说这就完了。
大多数老板都栽在节后第一周。说往年五一刚过完，红餐晚，餐饮老板内参，各地连锁主理人群里又开始飘同样的话：五一刚火过的店，5月10号开始比清明节还冷清，旺季后的断崖比淡季更难熬。原因不是客流没来，而是来过的客流没留住。这为什么淡旺季后，就是旺季之后反而比淡季更难？先看一组数据，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餐饮收入 1.46 万亿，同比增长 4.2%， 1到2月增速 4.8%， 3月回落到 2.9%。 这是节假日红利退潮的标准曲线。3月份餐饮的增长只有 2.9%， 你比 GDP 5%那差远了，比外贸10%几的增长那差得更远。再看门店端，截至2020年 Q1， 仅限制饮品赛道门店数量正增长，小吃快餐、中式正餐、火锅、烧烤等所有主要赛道全部收缩，其中小吃快餐、中式正餐、亚洲料理已连续4个季度下滑。把两组数据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，大盘在涨，门店在死，增量都被头部和限制饮品吃走。限制饮品就是那些奶茶那些东西，还有咖啡，剩下的传统赛道都在存量里互相抢饭。在这种结构下，五一后断崖不是偶然，它是结构性问题在节点上的集中暴雷。什么意思呢？也是五一很多餐饮行业在五一这儿稍微好点，有点起色，但是五一只要一过，他们马上就进入断崖式下跌，这是餐饮行业一个现象。他说具体到单店，旺季后的难有3层，第一层是体感落差，说五一日均流水是平时的2到3倍，节后调回基线，老板心理上承受不了，这是错觉，但会直接影响决策，比如盲目促销、砍菜单、动员工。第二层是真金白银的成本反噬，五一前为了备战多招了兼职，多备了食材，延长了营业时间。海底捞五一前已接到约6万桌预订，肥肥虾武汉43家门店为应对客流提前2周招聘兼职，检修设备，延长营业时间。大品牌能扛，单店扛不住，节后客流回落，多出来人力，损耗的食材，未消化的备货全部转为净亏损。第三层才是真问题，旺季来过的人绝大多数没回来，这才是旺季后比淡季难的根儿。说淡季是稳定低水位，旺季后是高位回落加成本翻倍加复购为零，3件事叠在一起，也就是你五一去了某个餐馆，旺季去的人又多，体验不好，吃了也就那么回事，完了之后你就发誓再也不去了，没有回头客，一锤子买卖。这就是五一对餐馆来说都是这种体验。所以一般的节假日之后，餐馆客流就出现断崖式下跌，这种对餐馆来说经营也非常不稳定。就我所在的城市安庆，因为我经常刷这个短视频，我深有感触。首先五一的时候我去，它不有团购嘛，这附近我看有个餐馆吹得还挺厉害，我就买了一张券，因为离这很近，大概就300-400米，走路过去，准备在那儿消费一下。因为它价格打得特别便宜，但是它接待能力也很差，实际上它里面就同时接待顶多10桌，但是它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团购来拍短视频，附近好多人就买了跑去，他也接待不了。你到了店门口没人搭理你，那店里一片狼藉，就好像刚被人抢过一样，跟他拍的短视频广告那完全是两码事。这就是典型的流量大了他接不住，他也没那个能力，钱花了，他的广告费花了，口碑差了。我这一去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去那地方吃饭，但是他就没人接待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把券给他退掉了，非常便宜的不可思议。这就是餐饮行业。我再刷短视频，刷了很多人跑到长江边上，有的是草地上面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花不花钱，在大帐篷搞野炊烧烤，一家人有的开车有的不开车，在那儿开始搭帐篷。你想想，那我觉得这收费他收不了多少钱，何况很多地方肯定是不收费的。这安庆这野地方很多，那个草坪上都没人管，这就算是出行了，旅游了。买个炉子，串点肉串在那烤一烤，几个朋友或者几家人在那儿吃一吃，这就算是旅游啊。那你说这花费肯定不高，这不都是消费降级吗？
实际上说来说去，大家收入在下降，所以现在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啊，就是如何在不增加牛马收入的情况下，刺激牛马消费，牛马愿意消费。看看专家有什么好办法，有什么妙招。从这5·1这个假期看，这消费恐怕短时间，甚至在今年、明年，说是让它有个起色，这个都非常难，比登天还难。咱们消费降级、消费不畅，还有一个例子，我想跟消费都有关系。关于今年世界杯转播权，我昨天看了一眼报道，好像央视国内的电视台不愿意花钱去买世界杯的转播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国际足联特别强调，目前中国大陆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足球重点市场世界杯转播权仍在招商待售，也就是中国大陆这个世界杯转播权到现在还没人愿意掏钱，往年好像都是央视吧。北京日报报道，国际足联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.5亿至3亿美元，也大概就是20亿人民币吧。这2年央视在这一块跟国际足联拉锯，这谈判越来越激烈。为什么？一方面那当然是希望转播世界杯了，那毕竟有这么多人愿意看，如果他不转播大家看不到。另外一个什么？另外一个没钱。央视不要以为央视有钱，央视也缺钱。你20亿人民币啊，央视能不能赚回来这20亿？很难。这个央视自己台里面的预算大概也就不到1个亿美金。当然按人民币算，我估计也就是大概6-7个亿的人民币，它只有这么多费用，这个预算如果6-7亿拿下来，它勉强能持平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的消费不畅，大家都是愿意免费看，它里面插播广告，那广告也没人看，广告的效果又不好，广告商也不愿意赞助，也不愿意去买，所以说央视转播啊，这一年比一年难。主要就是说来说去，咱们这消费端不畅，大家也愿意看，都想白嫖，也不想掏钱，也不想消费，所以央视越转越难。所以到现在咱们好像跟国际足联还在拉锯，有可能是不是就不转播了？央视拿到这个转播权之后，它也通过分销各大什么数字媒体平台，你都从他那买，人家根据这个来一测算，他能赚钱或者他不赔。结果他现在算不，他一算他就都要赔钱的，因为下面人家数字那平台也不买，买了之后人家回去赚不到钱。归根结底，观众不想掏钱，不想消费，只想白嫖。所以说从这个你看上一届也是的难，但是最后解决了，这一届就更难了，拖到现在。往年世界杯的赞助商，国内的赞助商什么万达呀、联想什么知名企业，现在这些企业都不行了，是吧？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消费品嘛，比如蒙牛都要做品牌的，现在这些企业自己都活着很难，不想在上面花钱。总之都反映出现在消费不容乐观。说1000道1万，说来说去还是想办法提高牛马的收入，否则消费是一直就这么萎缩下去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